针对台南市各项灾后复原工作进度，民政局表示，19日到20日，丹那市洪灾复原人力资源总共有22个户政事务所、区公所，以及274个跨局处投入。2天内底累计服务件数达到8480件。市长希望我们可以便民、迅速、贴心的服务的精神来为大家服务。那在整个服务的部分，在受理跟件数的部分7月19号跟20号这2天，总共是完成了8480件咨询的服务，包括了相关的农损安迁救助啊，还有相关污损的补助。那在实际受理方面有达到3939件。这次洪灾造成咱市超过26000丛的路树倒落，早至20日已经投入890人厝，甲2573车厝，其中已经有超过25000丛的路树已经清理完成。灾情的总数数目大概是26852件，那目前修复的进度公园的部分大概修复大概80%然后行道树部分是修复98%。那目前处理的总进度是93.3%，预计今天这个礼拜可以把它处理完毕为加速市容复原，环保局每天调派各个清洁队，积极清除树基、落叶以及大型的废弃物等。早至7月20日，累计出动14125人次，机具是2227台，清理粪扫量大约是13400吨，将近是咱市7个月粪扫量。这几天总共清了13400公吨的大型垃圾已经快到达7个月的量了所以这些大型垃圾其实它在清运的过程都很需要机具的资源，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感谢高雄市跟屏东还有彰化的资源，那这个礼拜又持续有新北跟桃园环保局的进驻跟机具的资源，那我们再次感谢这些县市的一个情谊对着部分地区手机以及网络讯号无稳的问题，市府已经责成交通局设立专招窗口，民众会当向区公所汇报，由区公所汇整了后转由交通局，再由市府协调中央单位尽速改善。如果有百姓针对他的一个讯号的部分是不良的，他可以就近的跟区公所那边来回报，由区公所汇整完之后呢，是整个再汇报到我们的交通局这边来，由我们这边来跟中央机关这边来做一个沟通跟协调，那务必让我们的灾民能够赶快有一些讯号。在这次灾后复原工作当中，台南市政府非常感谢全国各地志工团体以及个人踊跃投入协助灾后复原。为保障志工朋友安全，台南市社会局为参与救灾志工统一投保。若是未向市府登记的志工，也请尽速到就近服务站报到，或者是到社会局网站提供基本资讯，完成保险的作业，让每一位清楚完整的朋友，拢会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台南新闻周世伟采访报道。